有啲高音你會覺得好似唱上去，但係有啲高音係直接撞過嚟。中科嘅高音就係後者，佢最特別嘅地方唔係音有幾高，而係聲音會帶住一種硬衝感。你會覺得個高音唔係飄上去，係正面撞向你。呢種感覺我會叫佢做拳型高音，特徵係強壓感，聲音集中，向前衝，空氣感好少，力量一路推上嚟。一般拳型高音唱太耐會開始散，但係中科去到高位嘅聲都仲企得住，尤其有啲 live 你會覺得嘅耳膜好似被撞一下。呢種唔係刺耳，而係物理衝擊感。所以點解第一次聽中號會感覺到高音有重量？因為佢唔係風型，亦都唔係刀型，佢係極重拳型。全能歌手乜都唱得，但係拳型先至係佢最殺食嗰把刀。你第一次聽中號嘅高音，最強感覺係壓感、重量定係衝擊？可以留言。